二三四，分分合合这几年，心内总是为你留一个位。缘分总是爱甲人创治，互咱爱愈深，愈袂当斗阵。嘛捌交往过几任，才知最后相爱的也是你。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予咱失去过才知珍贵。阮的爱若无你陪伊，天主这里是阮的唯一，听袂你的情意。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是黑色旋风郭庭云演唱的《爱无你袂圆》。这首歌拄则有听岳云老师唱几句哈，欢迎大家先到 YouTube 频道去欣赏一下郭庭云的演唱，再来学习这首歌。为什么？因为岳云老师唱的不好啦，很抱歉啊，可能让大家失望了啊。但是你去听郭庭云唱，绝对你满意的啦唱歌实在有够好的啦哈。来，那我呢？今天越俎代庖就来介绍这首歌为什么？因为庭云没自己教啦庭云没有教大家来，岳云老师代劳一下，来跟大家研究一下这首歌怎么唱。来，作词是子如和林崇印，作曲呢也是林崇印。这是2020年1月份首播的新歌这首歌呢这是升西大调，一等于升西，升西怎么样？同学问我说，老师升一个 key 怎么升啊？来，我们研究一下，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往右边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比较大比较高，还是哆西拉嗦比较高？同学说要往瑞这边比较高，对，所以升那个哆在哪里 ？C 在哪里？你找到 C 了吗？有在这里就是阿拉伯数字写哆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 C。那 C 升一个 key 呢，就是往2的这边方向升。那你要升一个 key， 就是1升一个 key 跑到2吗？不是，要离你最近的那个键，离你最近的键在哪里？1.5，对，你看1.5是不是介于1跟2中间？你要到2，是不是要经过1.5为什么？因为它挡在中间虽然它比较短，但是它就挡在中间，所以1升这个1英文名字音名是 C 升一个 key 就到这里1.5 1.5的名字是什么？因为它比 C 还要高，所以它叫升 C 它又比2还要低，对不对？所以它叫降低，比第2低降一个 key 嘛，所以叫降低。那升西是怎么样？升西升一个 key 嘛，就叫升西。所以每一个黑键都有2个名字。那我们这首歌呢，就是你先找到 C， 然后给它升一个 key 在这里升西这个音弹下去要唱什么哆这个可能是哆哆瑞哆瑞哆瑞的中间哆瑞哆哆哆哆哆哆，你的这个是升一个 key， 这个音弹下去我们要唱哆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音高的环境之后呢，我们回来升西大调4/4拍子，这个4/4在数学才念4/4我们在唱歌呢，我们要念4/4拍子，而且一定要从楼上念下来，上面的4呢表示一个小节有4拍。下面这个4表示4分音符当做一拍。好，4分音符长什么样？你不捌来，我直接心中给大家介绍，请往右边看，这个黑色的豆豆又有一根直的棍子朝上面，这个就是五线谱里面的4分音符，等于56，表示什么？表示这一首歌呢要1分钟要唱56拍。所以这一大串数字1等于 C 告诉我们要唱多高，升西升西1等于升西，升西这个音弹下去要唱哆。好，40拍子，一个小节有4拍速度多快1分钟有56拍。好，我们来看，来第一拍前半拍休息停，后半拍哆瑞停哆瑞停哆瑞停哆瑞哆瑞瑞咪嗦咪瑞哆瑞
哆瑞瑞咪嗦瑞咪嗦，哎，对不起，这个分分合合第二个嗦呢，这个合第二个合，这个是要低下来。哆瑞瑞咪嗦咪瑞哆瑞咪瑞哆瑞，哆瑞瑞咪嗦咪瑞哆瑞咪瑞哆西拉西哆西拉嗦嗦。哆瑞瑞咪嗦咪瑞哆瑞咪瑞哆西拉西哆西拉嗦嗦，再次听哆瑞瑞咪嗦咪瑞哆瑞咪瑞哆西拉西哆西拉嗦嗦。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分分合合这两个合这两个都要闭口，合合这几年心内总是为你留一个位。这个个有两个音，一个拉一个嗦，心内总是为你留一个位，心也是要闭口啊。打空音口话这个字，念完这个字的时候，嘴巴都是闭着。来，分分合合这几年心，这几年心内，这几年，这几，分分合合这几年，心内总是为你你，这几年有几个音？两个，一个哆，一个瑞，分分合合这几年，心内总是为你留一个位。分分合合这几年，心内总是为你留一个位。手啦，都来收这个缘分的缘，脚底下有两条线，它只有1/4拍。那这一拍的前面的3/4拍呢，被这个尾连走了，所以缘只有1/4拍。你要停久一点才出这个音，留一个位，留一个位，停，拉嗦嗦啦，西哆嗦嗦嗦咪瑞哆，嗦啦西哆嗦。嗦啦西哆嗦嗦拉西拉有附点，所以缘分总是爱甲人创的，这个分要长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拉有附点，它脚底下有点是表示它是低的，它的肚子旁边有一个点是表示它要附点，所以它会长一点嘛。嗦啦西哆嗦嗦嗦咪瑞哆。手咪瑞哆，哎，这个红色的框框框起来的，这是个切分音，切归尼也是切分音，对，切分音怎么念？手咪要快一点，手咪要接近一点，手咪，那咪长一点点，然后才瑞，手咪瑞，手咪瑞，啦，哎，从哆来，嗦啦西哆嗦嗦嗦咪瑞哆，缘分总是爱甲人创的，缘分总是爱甲人创的，咪瑞哆哆啦，咪瑞哆啦瑞，咪瑞哆啦瑞，嗦咪瑞咪瑞瑞，咪瑞哆啦瑞，嗦咪瑞咪瑞瑞。咪瑞哆啦瑞，嗦咪瑞咪瑞瑞，好咱爱入侵，好咱爱入侵来听，好咱爱入侵，入尾当斗阵，好咱爱入侵，入尾当斗阵，听嘛对咪嗦咪嗦，听哆瑞咪咪嗦，哆瑞咪咪嗦咪瑞瑞。咪瑞哆西哆西哆哆瑞瑞嗦，哆瑞咪咪嗦咪瑞瑞咪瑞哆西哆西哆哆瑞瑞嗦。来，我们说一下哆瑞咪咪嗦高马八八，这个八这个字念八，马八高嗡有两个音，贵音哎延长半拍，哆瑞咪咪嗦咪瑞瑞。咪瑞瑞咪瑞瑞，哎，后面还有半拍，嘛八高翁归归音，音的尾音是什么？音你就要闭口了嘛。那剩下来就是什么？这个瑞就是嘛八高翁归归音，咪瑞哆西哆西哆哆瑞瑞嗦。
才知最后相爱的也是你，才知最后相爱的也是你。咪瑞哆西哆西哆哆瑞瑞嗦，才知最后相爱的也是你。嗦啦哆哆嗦嗦嗦，瑞咪咪嗦。嗦啦哆哆嗦嗦嗦，瑞咪咪，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哎，定也是一样，定有附点，所以要长一点。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一半拍切拢啊，一切跟拢呢是两个字合起来是半拍，一切拢一切拢一切拢，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好难失去，咪瑞哆哆啦瑞哆瑞哆哆，咪瑞哆哆啦瑞哆瑞哆哆，咪瑞哆哆啦瑞哆瑞哆哆，好难失去才在，好难失去过才珍贵，好难失去过才珍贵。好，按照主歌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来听。分分合合这几年，心内总是为你留一个位。缘分总是爱甲人创治，互咱爱愈深，愈袂当斗阵，嘛不讲过几人。才知最后相爱的也是你，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互咱失去过才珍贵。咪瑞哆哆瑞咪嗦啦咪嗦，阮的爱若无你陪伊。咪瑞哆哆瑞咪嗦啦咪嗦，阮的爱若无你陪伊。那嗦咪瑞咪嗦西哆咪嗦，哎来了。拉嗦咪这个呢，天注定呢，是嗦拉嗦咪啊，嗦拉嗦咪是个四连音，可是第一个音呢，这个嗦被头前这个爱那无你袂圆被他连走了，所以他这要唱的拉嗦咪拉嗦咪，他要唱三个音而已，哆哆咪瑞哆哆瑞咪嗦拉咪嗦拉嗦咪，这里要停一下来，我等一下把这个停，我会会喊一个口令停，所以大家注意听一下。咪瑞咪瑞哆哆瑞咪嗦拉咪嗦拉嗦咪，好，来我了一下，有没有？所以这里要停来，阮的爱若无你陪伊，天注定的。瑞咪嗦西哆咪，瑞咪嗦瑞咪嗦西哆咪，瑞咪嗦西哆咪嗦，瑞咪嗦西哆咪嗦。哎，对，这个瑞咪嗦啊，瑞半拍，咪嗦半拍，嗦。又是一个四连音，嗦西哆咪，这个嗦又被韵连走了，所以他只唱三个音呢。瑞哎，我从前面比较好唱的，拉嗦咪瑞咪嗦，西哆咪，好，然后这里又要嗦，哎，不过这个就不是1/4拍哦，你看这个这个咪脚底下一条线而已，对的看，阮的爱若无你陪伊，拉嗦咪瑞咪嗦，西哆咪，嗦西哆咪。西哆咪嗦西哆西哆咪嗦，这里还要停半拍来听。阮的爱若无你陪伊，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阮的唯一的唯一的唯的为哆咪。唯一，唯一，唯，然后唯是哆，然后咪咪嗦啊，唯一一，唯一一啊，
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再一次来，我慢一点来。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天注定你是阮的。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好，来，我们再恢复正常速度，从阮的来。阮的爱，若无你袂意，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拉嗦拉哆，嗦嗦拉咪。瑞咪瑞哆哆啦哆，瑞咪哆瑞。好，来，听袂哩，拉嗦拉哆，哎，哆要多2次，哆虽然只有1/4拍，可是后面有延长1拍。拉嗦拉哆二，嗦嗦拉咪二，拉嗦拉哆二，嗦嗦拉咪二，听袂哩的情意。听袂哩，哎，哩有滑音，拉哆听袂哩的情意咪啊，这个以前面这个哩有1拍，延长1拍，拖长1拍，这个以只拖长半拍，然后后半拍要唱瑞咪瑞哆哆啦哆，瑞咪哆瑞，瑞咪瑞哆哆啦哆，瑞咪再延长半拍才哆瑞。瑞咪瑞哆哆啦哆，瑞咪哆瑞，瑞咪瑞哆哆啦哆，瑞咪哆瑞，亲像最精细，最精细。这个字哦，这个要怎么念？最精细人还是要精细人啊？那我看了一下呢，又回去看了一下这个郭庭云的演唱，他的一些精细啊。亲像对精细啊，细的尾音是什么？细啊，那是精细人呢？是啊，那如果是精细人，这里尾音就要写一的，对不对？啊，为了提醒大家啦，精细，亲像对精细就开始搭甜搭，哎，这里有半拍，亲像对精细就开始搭甜，好，来这里。听袂哩，来听袂哩的情意，亲像对情细啊，对对对，细才最精细。好，如果忘记这个字怎么念，那你就去想一下，是喜的尾音是 a 还是 c 尾音是 a？ 哦，显然是 a， 是 c， 对不对哈？亲像对情细就开始搭甜搭啊搭啊搭。搭甜搭停甜搭停甜，哎，搭要延长半拍吼，来听袂哩来，听袂哩的情意，亲像对情细就开始搭甜。咪瑞哆哆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瑞咪嗦哆咪嗦，咪瑞咪瑞哆哆瑞咪嗦啦咪嗦，哎，这一句呢跟副歌一这一句一样。阮的爱若无你陪伊，那嗦咪瑞咪嗦哆咪嗦，相信你也是甲阮共心，相信你。这是个4连音，嗦拉嗦咪，但是第一个音被前面的元连走了，后面只有什么？只有3个音。拉嗦咪瑞咪嗦，再延长半拍，拉嗦咪瑞咪嗦哆咪嗦，所以这个哆呢，阮这个哆呢是在后半拍。相信你呀，是甲阮共心，相信你呀。是甲阮共心，拉嗦拉哆，嗦嗦拉咪，放袂开的感情，放袂开的感情，瑞咪瑞哆哆啦瑞，瑞咪瑞哆哆啦，瑞咪瑞哆哆啦瑞哆，瑞咪瑞哆哆啦瑞哆，只有看到你的手，只有看到你的手。手这个瑞哆嗦，这是一个切分音，但是呢，
手直到 redo 而已，后面那个手呢那个手是后面后边这个句道，遮唔惊风雨的日子那所以这个手呢，我们就等一下唱了，是。只有看到你的手，嗦咪嗦嗦啦瑞咪啦瑞哆，瑞咪瑞哆哆啦瑞哆，嗦咪嗦嗦啦瑞咪啦瑞哆。只有看到你的手，才唔叫风雨的日子。只有看到你的手，才唔叫风雨的日子。才唔惊，才唔惊。这个才呢是个低音的，请注意哦。嗦咪嗦嗦啦瑞咪啦瑞哆，只有看到你的手，才唔惊风雨的日子。停。到这边呢，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间奏3小节之后，反复从哪里有个分分合合这多年，好，然后呢，我把它缩小一点呢，然后又唱到这唔惊风雨的日子，好，唔惊风雨的日子。第一遍呢，唱到这边，第一遍唱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间奏3小节。那第二遍呢，来，请跳高帽子2，要间奏2小节，然后停。阮的爱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里停3小节，这里2小节呢？因为他要接副歌，那副歌从哪里下歌？从第4拍的后半拍下歌，所以他只能停3拍半那第4拍的后半拍怎么样？留着要给阮的来唱所以要唱，就把副歌又唱一遍，唱到唔惊风雨的日子安尼才有唱完所以这首歌要唱2遍半。来，我们刚刚已经逐句的一句一句跟大家分享来跟大家教唱已经唱完一遍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唱第2遍，然后呢连第2、第3遍来。从哪里？从头我把谱拉好来，等我一下。好，来分分合合这几年来，分分哆来咪来咪嗦咪来哆来，可以记的无？来1、2、3、4。分分合合这几年，心内总是为你留一个位。缘分总是爱甲人创治，互咱爱愈深，愈袂当斗阵，嘛捌交往过几人，才知最后相爱的也是你。无定这一切拢是天意，互咱失去过才珍贵。阮的爱若无你陪伊，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听袂你的情意，亲像对前世就开始搭甜。阮的爱若无你陪伊，相信你也是甲阮同心，放袂开的感情，只有看到你的手，才毋惊风雨的日子。好，间奏2小节，然后1、2、3，阮的爱若无你陪伊，天注定你是阮的唯一。听袂你的建议，亲像对前世就该是搭甜。阮的爱若无你陪伊，相信你也是甲阮同心，放袂开的感情，只有看到你的手，才毋惊风雨的日子。停。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爱无你袂伊》，这是黑色旋风郭庭云这个美妙的演出也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很抱歉的岳云老师这个唱的不好但是没关系，我们到 YouTube 频道去分享一下这个郭庭云的演唱，就觉得这首歌真棒
啊，欢迎大家呢哈，来感谢大家对岳云老师的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频道呢长久以来的支持。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教唱的这些歌曲呢哈教唱跟你分享的这些歌曲，欢迎到YouTube 频道来订阅、按赞并用力的帮岳云老师分享同时，如果您更感谢、更希望、盼望您到影片的下方超级感谢给岳云老师抖内有大家的支持，这个影片这个频道才能长久持续的继续经营。感谢您今天这首爱无你无言都给大家介绍分享给大家来咱下次再见，拜拜。